台湾的艺术水果好，古今解说两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、解说、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古今今日招你研究汉诗，咱来研究日本时代一个台湾的文人庄太岳所写七言绝句。见面头一句讲：文行武艺敢尽尽，空庭花落蝶风霜。新找太保旧找伙，秋对东风一个圆。头一句运用典故，文行武艺。武艺这两字对倒位来？咱知影，唐朝一个诗人出名的诗句，讲朱雀桥边野草花，武艺巷口识用车。国情无读汉文音啦，吼，招你互相探讨。过来后壁这两句讲古时王舍当前言，飞入新祥必胜家。为怎样安尼讲？因为唐朝的诗人看到讲，当时晋朝上好过，姓王姓谢好野人大官大好，但即马因遐的旧厝体，乌衣巷已经冷落啊。朱雀桥边原来开一寡野草野花，简单讲，时代变迁，遐院啊，飞入去新常百姓的人家，已经过去青野日子不再来了。啊，庄太岳用这句诗句咧对比啥？对比讲，伊咱来看到，嘛是空庭花落蝶风霜。本来好过的家庭，做足了真清影，经过了真好看。结果即马火烧落地，剩一寡叶仔甲芳，淡遐影影飞。原因就是对比。高像头拄我咧讲，晋朝好过的交庭，到甲唐朝零落。庄太岳伊也描写讲，新找太保旧找伙，亲像椅仔新收补啊袂好，但是旧的收已经互人用棍啊用叉啊讲一个脆炎炎了。过去台湾是清朝咧统治，今仔日日本人咧统治，所以庄太岳一生拢是咧推动汉文学。伊加入中部出名的诗社、历社，包含甲林有春啊、林献堂啦，这些人拢真有往来，就是保存一个台湾的民族意识。所以收煞伊才会诗句，写一句讲：秋对东风一个圆，毋是干那思念过去好过人的家庭的经家造作，伊咧思念是心肝内迄个祖国啦。